强要长种的中华白海猪，有一寡是会出现伫咧台湾西部海域，亲像金门遐嘛出现过。有协会长就指出，如果伫咧金门的海域看到白海猪，而且这只因是13年前就捌拄过，因为这只白海猪是有着伤，想袂到伊生存的能力是真强，而且伊的身躯边佫有对一只细只的，好亲像是已经做妈妈。生活伫金门海域的中华白海猪记录的画面是非常罕的，会当安尼近看，通常拢是靠搭不幸死亡的画面。2021年，这只长260公分的个体互发现，嘛是迄年第3只靠搭死亡的。族群面对着灭绝的白海猪，生存真艰苦。在河沙出现互人欢喜的消息，一只上颚长期的个体竟然个出现啊！它的上颚绝对不会是自己断的，它一定是人为撞断掉的。但是断了以后，它却依然能够活这么久，也许这是一个特例，也许这是一个没有奇迹，但是它就会发生嘛。海岸海猪协会在河里金门北方海域发现伊，赶紧请看过伊2届专员郭翔下来比对，发现头型、背鳍的气角拢相像，确认就是停过13年的断颚个体。伊的喙长去、牙槽拢乌去，无法度掠鱼遐。想袂到伊的身边佫有同伴来相随，甚至敢若是做妈妈，展现坚强的生命力。很多人都问我他怎么吃东西，我说我真的不知道，因为这个真的没有道理。病弱的这一只中华白海豚，它不但没有被抛弃，它的同伴一直在它周遭，一直在。伊要安怎食物件，安怎活落，到呾犹原是一个谜。事实上，金门海域相关调查真少。台大教授周连香团队捌伫2009到2011年调查，主要是伫金门的西北佮北平浅水海域，看到18群厝，大概1只到16只不等，推测有36只。一直到2021年，海保署才接续调查，翕到5只个体，推测甲前一届调查的群体无啥相像。海岸海猪协会希望将来有够的经费支持，才有可能继续追踪。记者林俊明朋友做台北报道。